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本期視頻。曾經風靡60年代香港，被冠以港劇第一巨婦名號嘅苗金鳳，喺長久病痛折磨之下，吞咗最後一啖氣，終年81歲。消息冇第一時間嘅對外公開，家屬刻意封鎖咗全部嘅就醫細節，直到傍晚時分，圈內嘅元老田啟文受苗金鳳兩個仔嘅全權委託，先出面代為發佈咗死訊。面對蜂擁而至嘅港媒鏡頭，田啟文言辭閃躲，只係模糊嘅對外宣告苗金鳳係因病過身。關於佢晚年有咩病、何時入院、病中有冇親人貼身照顧等核心嘅問題，全部閉口不談。所有病情記錄、診療嘅單據，全部俾家屬統一嘅封存，刻意隱瞞咗死因嘅舉動，瞬間讓外界紛紛猜測，都撕低咗呢位熒幕貴婦晚年冇人知生、每目凄涼嘅真實人生。熒幕之上，苗金鳳演盡咗錦衣玉食、兒孫滿堂嘅豪門母親，係幾代香港觀眾記憶入邊熟悉嘅老牌花旦。但鏡頭落幕，屬於苗金鳳嘅現實人生，滿是婚姻破碎、晚年獨居、病痛纏身嘅苦楚。佢一生有住兩段婚姻，全部都係潦草嘅收場。兩段感情入邊遇見嘅老公，睇似一個知遇伯樂，一個體面醫生，揭開咗內裏，全部都係自私仲有冷漠。唯有兩個仔成為佢晚年唯一嘅依靠，但母子之間長久嘅分隔兩地，病退來襲嘅時候，依個難免孤單。直到過身，圈內嘅老友田啟文出面操持後事，一番沉痛嘅悼念，道盡圈內人對佢半生坎坷嘅惋惜。苗金鳳驟然過身嘅消息曝光之後，最大嘅爭議就係家屬對死因嘅全面封鎖。田啟文作為受託嘅發言人，全程迴避咗所有關於病情嘅追問，即係反覆嘅請求媒體俾家屬私人空間，唔允許任何人探訪醫院病房，調取就醫記錄。有熟悉苗金鳳嘅圈內老友私底下透露，老人早已經喺3年前就獨自居住喺將軍澳嘅老舊小區入邊，常年受慢性病去折磨，卻唔願意麻煩仔女，都極少向圈內嘅朋友傾訴身體嘅唔舒服。2018年，在媒體影到苗金鳳出席細型嘅影視聚會，彼時佢面色紅潤，體態豐盈，談吐從容，邊個都估唔到，就短短數年，身體就已經係入院不治。知情街坊透露，苗金鳳晚年長期獨居，日常起居全靠自己打理，只係啲細病痛只可以自行買藥硬撐住，唔願遠喺澳洲嘅兩個仔來回奔波。直到今年年初嘅一次喺屋企嘅暈親，鄰居發現之後先緊急嘅送往醫院，檢查結果顯示多種嘅老年基礎病併發，器官嘅損耗嚴重。醫生多次叮囑需要專人24鐘頭嘅看護，但佢始終唔願意打擾仔女。家屬刻意去隱瞞完整死因，背後藏住兩層難言嘅困迫。第一個，唔願讓外界知道佢晚年孤身養病嘅慘淡境況，昔日風光花旦落得獨居病榻，冇人日夜照顧，難免引來輿論嘅唏噓。第二個，兩段失敗嘅婚姻留低嘅傷痛，讓家屬唔願意過多去深挖佢晚年抑鬱、積勞成疾嘅根源，只係想草草去掩蓋，低調處理後事。對比佢年輕時候拍戲眾星簇擁，片場度工作人員揸住照顧盛況，晚年瞓喺病床度冷清孤寂，巨大落差，讓唔少老影迷睇完消息倍感心酸。有記者嘗試去前往苗金鳳生前去居住所受訪嘅鄰居，鄰居坦言近2-3年好少見到親友上門探望，偶爾只有田啟文等少數嘅圈內老友抽空送一啲生活用品，多數嘅時間老人獨自出入超市、復診，拄住拐杖緩慢嘅行走，沉默寡言，好少同人交談。熒幕上擅長演繹合家溫情嘅苗金鳳，現實入邊晚年獨居，病痛纏身冇人分憂，呢份孤寂都係佢一生婚姻不幸埋下嘅苦果。苗金鳳一生兩段婚姻，喺外人眼中兩段婚姻各有體面。第一任係發掘佢入行嘅電影老細劉芳，第二任係澳洲嘅華僑醫生，但係褪去咗光鮮嘅身份，兩位老公骨入邊嘅自私仲薄情，徹底耗盡咗佢半生嘅熱情，都係佢晚年辜負嘅根源。20歲嘅苗金鳳，彼時啱憑借住《雙鳳囚》一炮而紅，仲用住本名林慧珊去拍戲。電影公司老細劉芳一眼睇中佢嘅靈氣，唔單止簽低咗佢，仲為佢取咗藝名苗金鳳，處處為佢打造資源。年少父愛缺失嘅苗金鳳，俾年長20歲嘅劉芳成熟穩重嘅表象打動，唔顧旁人嘅勸阻，倉促嘅成婚，婚後仲生咗2個仔。
起初外界都講劉芳愛惜妻子，但婚後數年，兩個人性格衝突徹底嘅爆發。劉芳嘅掌控欲極強，習慣干涉苗金鳳所有嘅拍戲工作、社交往來，希望佢可以放棄熒幕嘅事業，喺屋企度專心為相夫教子。但熱愛住演藝嘅苗金鳳不甘困於家庭，成年拍戲奔波，兩個人矛盾日漸嘅激化。睇似溫和嘅博立，內裏極度嘅自我，從唔體諒苗金鳳拍戲嘅辛苦。每當佢熬夜拍戲晚歸，只會冷眼相待，甚至係好少分擔育兒嘅瑣事。屋企嘅大小開支全部都由佢承擔，但處處束縛住苗金鳳開銷，唔允許佢接濟娘家。離婚嘅導火索更係寒心。苗金鳳產後身體虛弱，希望老公去減少工作去陪佢哋。劉芳佢一心撲喺個電影投資，長期疏於顧家，兩個人最終協議離婚。就算生咗兩個仔，分開之後，劉芳都未曾經主動去承擔過撫養責任，只係提供咗基礎生活費，所有養育教育嘅重擔全部壓喺苗金鳳嘅一人嘅膊頭度。睇住小朋友仲年幼，離婚之後兩個人短暫嘅同居咗數年，但相處只剩低咗冷漠。劉芳從未流露過半分愧疚，所謂嘅珍惜妻子，不過係對外營造嘅虛假人設。第一段嘅婚姻破碎之後，苗金鳳獨自打拼養家10幾年，一邊不停嘅接拍電影劇集去賺取生活費，一邊拉扯住兩個仔長大，成年連續轉拍戲透支身體，留低咗唔少嘅病根。直到30幾歲，佢結識咗澳洲嘅華僑醫生，以為可以尋得安穩嘅歸宿。1986年再婚，跟隨住老公移民悉尼，開啟咗第二段嘅婚姻。本來以為醫生職業體面、心思細膩，可以撫平前半生嘅傷痛，冇諗到呢段婚姻只係維持咗2年就徹底嘅破裂。呢位澳洲醫生嘅真面目遠比第一個老公更涼薄。移居澳洲之後，苗金鳳難以適應異國冷清枯燥嘅生活，身邊冇親朋好友陪伴，成日會覺得壓抑。想偶然返香港去拍戲散心，卻遭到咗老公強烈嘅反對，認為藝人嘅身份係拋頭露面，有損佢醫生嘅體面。日常相處之中，對方極度嘅自我，生活習慣處處挑剔，嫌棄苗金鳳成年拍戲養成嘅外向嘅性格，唔願意包容佢過往同喜好。更讓苗金鳳心寒嘅係，佢身體偶然唔舒服，身為醫生嘅老公從來唔上心去照顧，只係簡單嘅開幾副藥去敷衍，毫無溫情可言。2年相處耗盡咗佢所有嘅期待，心灰意冷嘅苗金鳳主動提出咗離婚，獨自返香港。之後佢再都唔觸碰婚姻，獨自走完咗餘生。2段婚姻，第一任掌控冷漠，第二任自私疏離。2位老公只係貪圖佢巔峰時期名氣，從未真正心痛佢嘅辛苦仲有脆弱。戲入邊佢總可以擁有住溫柔專一嘅伴侶，戲外佢接連遇人不淑，耗盡咗青春財力仲有健康，人至暮年，身邊冇對象相伴，只可以獨自嘅對抗住病痛仲孤獨。呢份淒涼係2段失敗婚姻埋低嘅終身遺憾。2段婚姻留低嘅2個仔，係苗金鳳漫長嘅苦日子入邊唯一嘅精神寄託。當年佢放棄休息，瘋狂嘅接戲，所有嘅努力都係為咗小朋友安穩嘅生活，拼盡全力將2個仔撫養成人，送佢哋遠赴澳洲去求學定居。但仔女成家立業之後，成年旅居海外，母子成年分隔兩地，成為咗苗金鳳晚年最大嘅遺憾。2個仔成年之後，先後移民澳洲去組建家庭，平日入邊都忙於工作，撫養下一代，往返香港嘅次數好少，每年最多返香港去探望媽媽1-2次。短暫嘅相聚之後，又匆匆嘅返程。苗金鳳嘴上從來唔抱怨，只係對外嘅誇讚個仔孝順懂事，但私底下成日同老友吐露孤單。咁大屋入邊只有自己一個人，逢年過節只係靠住視頻通話同仔女相見。此次苗金鳳病危入院初期，2個仔並冇第一時間趕返香港，遠喺澳洲處理屋企嘅事，直到田啟文致電告知情況危急，先緊急辦理咗手續返香港。抵達醫院嘅時候，苗金鳳已經陷入咗昏迷，唔可以同個仔留低最後幾句嘅叮囑，成為咗母子終生嘅遺憾。處理後事嘅階段，2個仔都全權委託咗田啟文去對接媒體醫院，全程沉默憔悴，面對鏡頭唔願多講母親晚年獨居養病嘅細節，言語之間滿是愧疚。
有圈內好友透露，兩個仔都並非係唔孝順，只係定居海外，身不由己，多次勸說媽媽去跟住自己去澳洲養老，但苗金鳳顧慮重重。第一個係放低唔到香港幾十年演藝嘅老友像故土，第二個係唔願打攪仔女嘅家庭生活，驚增添兒孫嘅負擔，執意獨自留喺香港居住，係佢一生習慣凡事靠自己，唔願俾任何人添麻煩。就算自己身患重病，只係簡單同個仔報平安，隱瞞病情嚴重程度，直到撐都撐唔住啦，仔女先知道咗媽媽獨自承受咗多少嘅苦楚。母子情深卻隔住萬里山河，晚年重病纏身之時，最牽掛嘅仔唔可以陪喺身邊，呢份距離帶來嘅遺憾，讓苗金鳳最後嘅歲月多咗一層揮之不去嘅落寞。今日故事就講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我哋下期再見。